继续来到嘉义县的太保市，当地有一班嘉泰大桥，当咧做桥面春桥棚的工程。有一个太太骑机车经过，摔落空棚内底，头壳受伤，身躯的骨头是断骨啊折。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太太的民众讲，这个工程现场的警示的三角锥放了伤冷咯，才发生这个意外。 救护车赶到位，一位妇人人倒伫涂骹，救护人员赶紧甲人送病院。事发地点就伫嘉义县太保市嘉泰大桥。因为当咧进行桥面绳索棚的工程，规排拢是牛德西雨暖分道。妇人人迄当时无细力，徛到一个无查到的所在，煞跌落，看到伊的乌托邦的角度伫现场，车头前的篮仔嘛严重变形。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发现来卡119。 可是三角锥它是有些是倒的，有些是距离很大。民众讲三角笋的位置摆了伤宽，附近人无注意才会徛入去。工程人员嘛讲徛入去的唔啊一个。每天都这样子，这样子上班啊。就给你挤进去啊。有。每天都这样子哦。 互人无细致徛入去的所在已经加装护栏，主管单位会了解详细状况了后来追究责任。不过民众嘛认为主管单位应该做好监督的工作。